这平安，咱家认今日的信息，今日的信息吼，头一首是481首，咱先开。咱同齐来读一下吼，来，咱对基督的恩典得到合意，基督恩典自己合意，吼，这前啊只吼爱重复，过来，咱对基督的恩典得到合意，基督恩典自己合意，独一上帝，独一的主，同一个神，同一个名，对一个信心，领受同一洗礼，咱属主主民，结连一体，吼，咱真欢喜啊！咱是属主的主民啊，结连一体，咱是同一个心，同一个听，咱用喜乐的心来念这首，咱对基督。这首532首吼，我认救主无惊见笑。保罗伊头前嘛讲，伊嘛讲我认基督吼，这是咱会出来的时候，你无惊见笑。这首诗歌佫较有特别意义吼。咱是6月22号，咱世教日子对吧？吼，咱吼马街出来的第一个学生严清华，在1872年的时候，秋天伊到华人遐去传道的时阵呀，有真侪严清华的熟悉的人吼，马街就请严清华，伊头一个学生伊甲伊讲，你甲证人讲你明白的上帝。严清华迄阵安怎嘞？头发落血，所以呢，咱马街牧师就带伊念这首，我认救主毋惊见笑，无惊见笑，所以。念完这首诗歌了，严清华就迄个勇气，甲证人宣布上帝福音，吼。所以咱伫咧念这首信息的时阵，吼，除了这首诗歌的水之外，更较体会这首诗歌伫咱生命，对咱的激励，吼，也诚做咱圣灵的骹步，伫咧这个诗歌内底得到遮大的激励，也互咱真大的感受，吼，甲激励，吼。咱用敬虔的心吼，用欢喜的心，真宝贵的心来念这首吼。我认救主吼，无惊见笑。要甲兄弟讲的就是讲吼，咱伫咧看532首吼，这夜遮吼，有欢喜趁伊度假时吼，男声先传，女声吼，则个欢喜趁伊假时回应。隔壁这行，隔壁隔壁这样嘛是安尼是吼，咱安尼来试看卖吼，真水的诗歌对咱心底来甲吟出吼，吟第一节甲第二节就好来。
的教会吼，信徒吼，咱是足有内涵的吼，吟出来诗歌才好听，对咱心对吟吼。来，咱再来吟393首。阿罗全人稳定主宰哦，这首诗歌是迄个真有力的澳大利亚原住民的诗歌吼，真咱真有力吼，真喜乐家吟出来吼。来，咱继续刷个两礼拜哦。时间到了，敬拜赞美。亲爱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平安。不管是出石头，还是落雨天哈，咱拢同款爱用欢喜喜乐的心来敬拜阿拉主。吼，咱着爱来请上帝所赐的全副军装。我靠主，我靠圣神来引带咱头前的路。请咱大家起立，咱来吟这首《我要建立一群大英勇士》。全心来依靠他，
经书第5章第8节有讲，咱就爱敬献因为咱的对敌就是魔鬼魔鬼那他像是那个吼叫的狮子，清楚好在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在寻找可吞吃的人。咱看见这个新冠肺炎已经丧失6000多人的性命，主啊，求主来怜悯帮咱，保守咱会当警醒来祈祷，来倚靠主，会当赢过魔鬼撒旦的诡计，求主来帮咱，咱爱每日来倚靠主，警醒来祈祷，主的确袂放咱孤单，主一定甲咱三脚伫地，咱爱相信主，倚靠主，哈利路亚！来用这首，若是有主伫咱的生命当中，若是有主伫咱的生命当中，咱就无惊吓，也无孤单，袂孤单。咱来，若是有你伫我的生命，我就永远袂惊吓。风雨里我空也这里跑，无力等在无忧愁。那些无力的我的生命，我就永远袂孤单。无力撒在我的里头顶上，将我温暖归
听阮的天父上帝，听阮的主，阮知你就是道路、真理、活命。主啊，阮要专心来倚靠你，专心来仰望你，也要专心来感谢学了做你。主啊，感谢你，拢伫阮的生命当中，甲阮三家人无离开阮。感谢主，你会听，永远无改变。主啊，你的话就是阮脚前的灯，路前的光。恳求主，你用你的话语来教导阮，互阮伫教会当中会当正做合一的肢体来荣光主你，也帮助阮伫阮的性命会当活出主你的款式，会当活出良善，活出主你的款式，互你欢喜，也帮助阮众人会当专心倚靠你，无受到这病毒的影响，因为主你确要保护阮，保守阮会当紧紧会到你的宝座前来敬拜了你，来伫遮做实体礼拜，主恳求主你帮助，互阮大家当信心坚固，信仰坚固，恳求主甲阮同在，安尼祈祷拢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圣主名来求，阿门。全地中耶和华出欢喜的声，恁着欢喜的心服侍耶和华，唱歌来到伊的面前。
恁着知耶和华是上帝，咱是伊创造的，咱也是伊的，咱是伊的百姓，也是伊草场的羊。今这，咱即时请起立，咱来吟神圣诗第481首。这时，咱请大家做伙来祈祷。最后说，至诚的天父，感谢你赏赐阮一款大的恩典，会使甲兄姐大家组织伫你的圣殿当中来祈祷。拄阮常常问阮家己一个问题：阮所祈祷的是毋是下着你的所求？阮所祈祷的是毋是阮内心所真正想要对你讲的？主耶稣，你知阮人是无完全的，也感谢你，互阮借着你的圣殿，甲阮所有兄姐，来借着结连当中，来体验着你对阮的恩典。阮也要一只感谢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尊名，阿门。大家，咱来启应，请拍开神圣诗后壁面启应文第40篇。伫1071页，我来启，请兄姐来应。我有看到主坐伫宝座伫真悬的所在。伫伊的周围有西拉宾天使徛伫树后，大声圣哉圣哉圣哉！万军的统帅上主，伊的荣光充满全地。门厅因为呼应的声震动。迄时我讲，因为我是嘴唇无清气的人。这声，我的目睭有看到王万军的统帅上主，有一个西拉弗天使陪我来我遮。
将炭捂我的嘴唇，讲：你的罪过已经除去。我搁听见主的声讲，我通找啥人？这声我就讲，我伫遮，请找我。到这，咱要请圣歌队来献诗。今仔要献的诗是救主耶稣，愿你来听。请兄弟，咱做伙来恭守上帝的话，请拍开旧约圣经，是记载伫以弗所书第4章第11节到第16节。11节，伊所赏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甲先生。12节，为着要互圣徒招庇来做采用一工，去做基督的身躯。第13节，直到咱众人伫信以及捌上帝的囝来合一，到成做一个完全的人。
到得到基督充满来忠诚去伴。14节，要互咱无过做囡仔，互逐样教世人的风摇绝漂流，中着人的诡计甲瞒骗，至到互人参谬的法术。15节是踮伫恁内讲话真实，互咱伫万项渐渐大，到伫迄个最头的，就是基督。16节对伫专心结合联络，就是对8节的相接应，照逐体该然的运动，至到身躯哪长大，伫恁内家己去做。以上。现在咱请起立，咱用主祷文来做公祷。我伫天下边，愿你的名是，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实行。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子平安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你带阮入去去，就救阮脱离了歹。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请坐。大家，咱要请林牧师来为咱讲道。今仔讲道的题目是“遇着基督不断成长的教会”。各位亲爱的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平安。愿上帝平安恩惠伫咱的中间。特别伫这个疫情的时代，也提供咱每一个基督徒，咱来思考，也来反省咱自身的信仰，甲咱属灵的生命。咱有听教会无？咱有听耶稣基督无？还是咱真习惯用疫情？病毒诚做一个理由，互咱来得胜，互咱目睭无看见，耳孔嘛无听见，上帝具体的需要，来袂记即教会的需要。毋望咱伫即个疫情，咱讲后疫情的即个时代，咱有缘注意着咱本身家己甲耶稣基督的关系，咱也注意着耶稣基督即个身体的需要。毋望伫即个后疫情的时代，咱罗州教会有缘会当遇着耶稣基督不断来成长，诚做安尼的教会，咱同心来祈祷。主上帝，阮伫你面前恳求，主恳求的声，达到伫主你的面前，恳求你来悦纳阮。有声无声的祈祷，主，阮知，阮需要你，因为你是阮生命的救主，你是阮教会的头，是阮教会的石盘。恳求你搁一摆来到伫阮每一个人的心中。你讲，拍门要开门的，你就要应允，你就要开。恳求你搁一摆来伫阮的中间，进入阮逐人的内心。用你家己宝贵的话语，用你亲像剑话话语来帮助阮的生命，会当来起造伫仁爱，起造伫耶稣基督顶面，互阮的信仰，互阮对主你的明白，会当哪来哪加天，煞有根有基，来成做一个成熟的基督徒。恳求主你帮助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今仔日我用向着基督不断成长的教会，来甲大家做伙分享。大先要提出3项事。第一，就是教会需要来成长，就亲像人的生命，成长是生命一个真自然，也一个必然的现象。
总是这个生命爱健康。所以对婴仔、儿童、少年、青年，长大到成人，人会当迈向一个成熟的生命。第二，教会的成长需要伫耶稣基督内面。神学家斯托德有讲一句话，伊讲基督徒追求成长，若不是以基督为主，以基督为首，这成长也就算不得什么了。基督徒在追求生命的成长，如果若不是用耶稣基督做主，用耶稣基督做头最要紧，那安尼这种的成长，无算作是什么。所以学习耶稣基督是教会的一个目标。第三，健康的教会，健康的肢体，自然就会成长。信徒信仰根基徛在稳固，有根有基，健康了，教会自然就成长了。请问，信主了后的咱，不管咱是第几代的基督徒，不管咱信主偌久，伫咱信主了后，这年日的中间，咱来自心来问，咱的信仰，咱的灵命，有没有长大成熟？有大汉无？还是咱个要求亲像伫咧食年的囡仔？还是咱已经成长到伫会当食饭？信主了后的咱是毋是会当互别人对咱的信仰来看到耶稣基督？伫今仔日的经文，以弗所书第4章11节到16节，咱做伙来读今仔日的经文，来甲伊读一摆。以弗所书第4章11节到16节，咱做伙来读，请来。伊所赏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甲先生，为着要互圣徒招备来做初用的工，去做基督的身体，直到咱众人伫信以及捌上帝的囝来合一，到成一个完全的人，到得到基督的充满来长成迄般，要互咱无搁做囡仔，互逐样假使的风摇带漂流，中着人的诡计甲瞒骗，直到互人差谬的法术，是点伫仁爱，讲话真实，互咱伫万项渐渐大，顾伫迄个最头的，就是基督，对伫伊全身结合联络，就是对100的3接应，照逐体该人的运动，直到身躯哪长大，伫仁爱家己去做。这段经文，保罗劝勉信徒爱长大，爱大汉，来得到基督的充满，来长成。要有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这个生命长成的这个过程里面，透过这段经文来说明教会起做有几个要点。第一，各样的文士甲职分，拢是要来做初用的工。每一项的文士职分是要用来服侍上帝，来服务众人，来服侍教会，来起造上帝的身体。第二，信徒爱伫对上帝的信，甲明捌耶稣基督这项事顶面来成长。咱细汉所明白的耶稣基督，到伫咱渐渐长大，到伫生命经验侪侪体验了后，咱是怎样来看耶稣基督？甲咱所细汉明白的，咱有哪来哪累积对伊的明白，有哪来哪深无？第三，信仰爱不断来大汉，无去做囡仔，用安尼来做一个分别，就是讲，
咱会当分别是非好歹，咱会当分别罪行，安尼一个信仰的态度来看咱信仰有重大无。第四，咱爱用仁爱、用疼心来去做家己甲教会。保罗先生伊强调，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既然教会是一个身体，咱就要清楚知影一个事实，就是身体身躯会有叛病，会有软弱，会有无完全的所在。身体嘛会随着年纪的增长，或者是疏忽管理，来来败坏，来得到疏忽。所以咱要互这个教会、这个身体来健康，咱要用上帝的话来成做咱的一个美牛，来优持咱，来长大。所以一间教会，无论大无论小，上重要就是要有健康的体质。就亲像一个人的生命，伊有健康的体质，伊就会当伊就当遇到一个健康的一个条件的生命伫遐伫咧成长。所以咱信徒，咱要有一个健康的灵命，透过读圣经，透过祈祷来操练咱的属灵。那安尼，教会就会成长，会长大。所以信仰的学习这个功课，毋是马上，毋是快速，伊是必须要循序渐进，伫遐来温存操练，互咱伫明白主耶稣基督这项事顶面，会当哪来哪去。所以基督徒无论囡仔、青少年、成人、老大人，每一个人拢是不断伫咧明白信仰的一个过程。咱讲，走在一个成圣的道路上面，一个信仰的追随者，天路的旅客。所以无一个人会当讲，伊是完全成圣了，完全得到这个目标啊，完全明白圣经的真理啊。无一个人会当安尼来讲。所以信主受洗是一个决定，总是咱成长是一世人爱去追求、爱去学习、爱去操练。信仰要怎样来成长？除了第一项，咱听道，有的人是听着道，伊就安那来信主。听了后，咱就爱信，甲信互落伫咱的生命内面，要落根，爱信互落。过来呢，听了爱信，过来爱行，要行出来。因为唯有将真理来甲行出来，这算才能够算是真的明白真理。所以透过服侍，就是伫咧操练咱，咧行出咱所信、所听的道理。所以透过文字、逐种文字这份的服侍，咱伫咧行出咱所听、所讲、所传、所信的这个基督耶稣的道理。你感觉你心目中的教会亲像什么？如果今嘛，我发给大家来一张画图纸、图画纸跟蜡笔，题目叫做“教会像什么”，你会画出什么？现在有人感觉讲，教会那亲像一个教育的场所。咱青年团契有一个青年，伊是一个初信的囡仔。有一天，伊讲出一句话，互我感觉讲，这个孩子真的是不简单。一天，甲青年团契伫遐，甲青年伫咧讨论教会一寡代志的过程，伫咧分享信仰啊教会。这个青年伊提出一项代志，伊讲：“牧师，我觉得我们泸州教会很好呢。”我说：“好在哪里？”伊讲：“我觉得我们教会都有给年轻人机会。”
没有小看我们年轻，会训练我们服侍。咱若有参与伫花舞堂，咱就知影讲，即马青年伊嘛有担任交代，伊嘛担任司献，伊嘛会带安那。有时候配唱敬拜，这个过程，伊是一个初信的囡仔，伊感受到，伊受到教会的栽培。我们不要小看一个招待的动作，不要小看赋予一个孩子一个小小的任务。如果伊的心是用一个追求耶稣基督，要来明白信仰迄种单纯的心，他会为了小小的事情来感觉到感谢甲知足。伊感觉伊受到教会栽培，就算是一个小小的一个角色，伊充满感谢。弟兄兄弟姊妹，咱怎样看咱的教会？咱的大声会当对咱的嘴来讲出咱教会的好，来祝福着咱的教会。所以今仔日啊，本来大家图画纸跟蜡笔，来问大家教会像什么？你想画出什么？有人感觉伊来伫教会受到心灵的医治，检查伊的画出亲像病院，迄种的一个角色。医院像医院。医院像学校，我可以学习东西。或许有人来这边，学校，教会啊，哇，可以学到音乐，或许像个音乐的学校，都没有关系。总是，我看过一篇文章，伊讲教会爱亲像生命，非常特别。伊讲教会爱亲像，让教会成为一座花园。伫花园的内面有各式各样的花草树木，有人做照顾的工作，有人做浇灌的工作，有人担任修剪的工作，有人担任欣赏的，各式各样，容许各式各样的花草树木，在这个花园里面来受到观赏，受到一个尊重。也用合适的方式来种植，让它成长。所以咱每一个人拢亲像这个花园内面的某一个花草，大家拢真重要。欠一个，就感觉好像少了一个滋味。所以当咱大家彼此搁较多明白，彼此会当得到互相的欣赏，互相相听。的确，伫这个花园内面，各式各样的花草会当来得到成长。所以教会群体是一个真无共款，不同于外面的公司、行号、外面机构的经营。教会是一个敢若讲听的所在，彼此相听，彼此相卡。有一句话安尼讲，伊讲教会不是人自己组织起来的，而是上帝给的。不是看我们想和谁在一起，而是端看上帝要把我们摆在哪些人当中。各位，来将你的头往左、往右、往前、往后，你看到什么人？哇，这些人是不是拢做特别？哇，没有想到，哇，怎么会在我旁边？怎么会坐在我前面、后面？我们怎么会一起服侍？所以教会不是人去经人，教会是上帝将一群人，各式各样的人，该组织做伙，让大家彼此来学习耐心、包容、相听的功课。所以透过时间。彼此相听的时间，的确会伫一个群体、教会群体内面来发酵。所以，咱用耶稣基督的心，最心彼此来好款待，来实践信仰的功课。那安尼，咱的教会会产生一个美好的化学变化。教会成长需要咱每一个人，来你边的人讲。泸州教会成长需要咱每一个人，
缺一不可。对，缺一不可。咱看到咱罗州教会，上帝放一个人伫咱的历史的中间，别间教会所无的，咱有。那安尼，咱就要掠一个做咱信仰真宝贵的一个信仰的资产甲典范。150年前要伫即个所在传福音，要建立教会，是何等的困难。检测伫教会建立的历史的中间，真侪教会嘛安尼，拢有伊的历史的故事、历史的事件，这拢袂要紧，这些都没有关系。但是重点是，咱也会当把它当作一面镜子，来学习，来处这历史的教训。所以马街当初来遮设教会。有真侪困难，咱拢听真侪啊，互人破产，互人担石、丢石头，互人落骂，总是伫伊的生命内面，迄种打死不退的精神，会当勇往直前。如果伊行一半，走到一半他就投降，他就打道回府了，嘛无今仔日咱的罗州教会。所以其实伫马街以前少年的时阵，伊就决定要成做一个宣教师。伫伊坐船旅途的中间，伫伊心中经验着真孤单。伊家己问一句话，伊讲：“我有机会再回到我的故乡吗？而我的生命要经过这么可怕的遭遇吗？坐船拢会拄着这个真危险的代志，我会做了错误的抉择吗？”这是记事内面。一下，我有机会搁转去到我的故乡嘛？我的生命会当克服这个遮尔恐怖的、这个可怕的事物吗？我所做的决定，敢会毋对吗？伫即个心内反映，即个话反映出伊人性上面，伊要担任一位到。伊所毋捌去过的所在传福音，迄种心内嘛有伊的惊吓，总是上帝话成做伊信心的一个力量。有2个经文，伊真爱，伊讲：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哪里而来？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这段经文诗篇121篇。诚做伊的网站。佮另外一段是诗篇46篇第1节讲：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这2段经文带互伊继续服侍奋斗，面对困难迄种的困难。教会到底要怎样按照基督来成长？听起来似乎很抽象。总是伊嘛会当真实际。第一，咱家己面对咱家己，伫咱家己咱放的心中的武器，心中的武器检查有时咱感觉咱骄傲，有时咱安那，有时咱的自私，有时咱的埋怨，有时阵咱会感觉不平不满。咱放在咱心中的武器，甲每一位兄弟姊妹相好好，彼此相疼。只有相疼会当，互一个生命来成长。咱会当想看觅一个婴仔要健康来成长，这个胎教是不是很重要？胎教你若常常甲骂，常常甲伊负面思想给他，这个囡仔。他长大，他灵里是遭到受伤的哦。伊的灵魂，有时一寡家族治疗，咧治疗一个人的过程，对伊的幼儿开始去探讨。但是一个囡仔若是受到欢喜欢迎来到这个世间，伊的生命是充满着什么？自信跟欢乐。那是伊去互气散，是被不开心的来到这个世界上，他会感受得到。
我的妈妈不爱我。然后伫伊长大的性格，就会产生一寡较特别的一个性格伫伊的表现、行为、思想的内面。所以兄弟姊妹，愿咱的教会，人毋着彼此相听，来迈进，放在咱心中的武器。只有听，会当互咱成做一个水的基体。经文嘛讲，基督调咱的一个真大的目的，就是要互咱成做一个和平的使者。所以我想，搁较侪人，搁较侪钱，搁侪活动，搁较侪时间，搁较侪资源，并无代表教会成长着健康，成长的健康。总是，若是一间教会伊有健康的体质，伊自然就成长，金钱奉献增加，人业增加。时间，大家安那热心投入，会当开拓搁较侪时间，为着福音的缘故。因为有健康就有活力，有健康就有快乐分享，有听会快乐伫中间。所以愿咱掠耶稣基督，成做咱起造教会的一个条件甲目标。咱伫一个要渐渐的迈向一个新的一个年度，咱安那同心合意。来起造咱的教会，要起造教会来长大，毋是一个人会当做的，嘛毋是一个团体会当做的，是爱全体教会、全体在座你我每一个人，做伙来起造咱的教会，互咱搁靠一个心志，就是咱要为主来活，为主来服侍。伫哥罗西书第3章第5节安尼讲，若有圣经的人会当做伙来献。哥罗西书第3章第5节讲，恁着拍死，恁伫地里的霸体，就是奸淫、误会、邪的心情、歹的私欲、甲贪心。圣经讲，恶毒的怨妒甲三尖，这毋是对顶面来的智慧，是属伫罪的。属伫血气的，属伫鬼的款。所以，愿咱每一个人，咱为主来改变咱家己，为主来活，为主来服侍。咱所做每一项事，就那亲像《哥罗西书》第3章第17节，咱做伙来读：凡所做、所讲、所行，拢着伫耶稣的名来做。这是圣经所讲的。咱所做。所讲、所行，拢着伫耶稣的名来做。认捌上帝的人，伊会谦卑；认捌家己的人，伊袂骄傲。咱罗州教会150周年，每年是一个设教一个指标，150是一个重量级的数字。所以我想今仔日咱会当伫即个所在，每一个人。咱不是偶然的，是有上帝的心意。咱拢是互上帝特别拣选，上帝也对咱每一个人有特别的计划甲托付。所以咱会当来想，为什么毋是伊是我？所以咱应该搁较同心努力来起造教会，无论伫服侍、献身、献工、金钱的奉献、心灵的奉献、祈祷等等。搁较凝聚咱听教会、听上帝、听兄弟姊妹的快乐。有一句话安尼讲，来，咱做伙来读：基督徒在世价值，不是我们可以为主耶稣做什么。基督徒最伟大的价值是，可以体贴主耶稣的心。人哪会晓体贴主耶稣的心，伊自然就知影伊要做啥。就那像一个囡仔，伊足体贴你，伊看到你忝，伊自然就知影讲：啊，妈妈，我帮你洗碗，我来晾衣服，我不让你生气。体贴的心，自然你就知影你应该做什么。所以基督徒在世上大一个价值，毋是讲我会当做什么，会当为主为教会做什么，而是这个伟大的价值是我们因着体贴主耶稣的心。
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应该做什么。信息551首，咱做伙来献，好大好大灵基督。伫这首的信息的中间，讲到，互耶稣基督，咱是互耶稣基督所救赎的，咱唔通互伊的名来受辱，不要受到侮辱了。咱来维护咱罗州教会的和平，维护咱罗州教会的这间教会是用耶稣基督名来设立，咱无要搁互伊受到侮辱，无要搁互伊受到败坏。咱来勇敢向前，每一个兄弟姊妹拢全副军装，会当来抵挡这迄气的、上魔鬼的、属伫私欲的。咱每一个人所行、所做、所讲，拢是伫主耶稣基督的名。咱用这首诗歌来振兴咱的心，咱就好大好大来灵基督。咱的教会来祈祷，伫拄咱所念的讲，战场哪险哪坚固。这个战场检测就是这个时阵咱所遇到的疫情，要来拍动咱，要来扰乱咱的心思，要来拍退咱，要服侍，或者是要来敬拜上帝神。兄弟姊妹，咱有缘会当实体来到伫教会里来，愿这个疫情毋是拍倒咱的一个理由。互咱搁一摆勇敢向前行，每一个人拢对主来领受伊所予你信心的分量，照你所信的分量来倚靠上帝，来服侍上帝，来对主献上来奉献。咱同心为着咱的教会来祈祷，主上帝，阮来面前恳求你来帮助我，主啊，互阮搁一摆无因为这个疫情来倒退，来成做阮的一个理由来提示。主，阮搁一摆来勇敢向前，为着阮教会这个基督耶稣的身体，主，阮恳求你来帮助我，互阮知教会的需要是什么。主，互阮用体贴主耶稣的心，主，你帮助阮来勇敢向前，奋起来全副军装。主，互阮罗州教会无搁沦落，无互主耶稣你的名来受凌辱。主，互阮搁一摆举起阮万法的旗，主，阮要家己来抵挡迄气。上贵的、私欲的，来抵挡阮甲主计的这个亏难，主动向前来行，主可以来帮助我，主是主，主帮助我。
伫你面前恳求你，互阮好胆来认救主，成做阮生命的救主。主，互阮好胆来认耶稣基督你的名。主，愿知你对阮罗州教会有新的心意甲计划，恳求你帮助阮，互阮同心合意来起造上帝你的国度。主，互阮无搁互你的名来受到凌辱，煞会当伫罗州教会这个社区，互罗州教会伫这个社区会当高举福音的光灯，也会当高举上帝你的正旗。恳求你帮助阮，互阮全体一致一发，对主你哪来哪亲的认捌，煞会当哪来哪听主，哪来哪听教会，哪来哪听兄弟姊妹。主，互阮成做一个三点合一和睦的一间教会。互主你的灵搁一摆来充满伫阮的中间，互阮成做一间上帝你所欢喜、你所要祝福，会当按着基督耶稣不断来成长的教会。献上我的恳求甲祈祷，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这时，咱请兄姐起立，咱来吟圣诗第532首，吟全首。请坐，大家
咱来奉献，请事员的当工出席服侍。请兄弟，咱做伙来读咱今仔的经句。咱今仔的经句记伫以弗所书第4章第15节。咱台语的，咱读一摆。是点伫人来，讲话真实，互咱伫万项渐渐大，到伫迄个最头的，就是基督。以弗所书第4章15节。过来，咱来做欢迎甲报告。咱今仔敢有新的朋友，好，咱来做会务的报告。咱约略来针对本会消息以及集体上党甲总会中会教界的消息，约略来做一个报告。第一项，咱本会消息伫7月3号下主日开拓教会奉献主日，请咱大家兄弟用关心来代祷。7月3号的主日下晡点半，咱要召开定期的中执会，咱请咱中执同工有备心来出席，请咱大家遵守10日奉献，请大家遵守做大守主诫命，来甘心乐意奉献。若有伫线上的兄弟，咱若要利用银行来转销，咱遮有咱教会的账号，甲要安怎转销的部分，咱请咱大家详细来看。肢体伤痛、有肺炎、有乌克兰的战争，也搁有外出做兵、求学的青年，也有身体欠缺、有外伤手术、慢性病癌症以上的兄弟，咱请咱大家斗阵来过目，来为因代祷。总会中会教界消息，7月30号拜六顶晡9点到12点，咱中会传道部要举办中执会初阶的中执会训练。咱若中执有要报名的，咱请详细来看伊顶悬所刊载的报名的日期甲地点。中会台北中会中委员会举办教会发展研讨会的顶悬伊有记录着举办的时间、甲报名的时间、甲内容，也请咱所有要参加的人，咱详细来看。以上，请陈牧师甲有要补充报告。
来为兄弟姊妹爱去线上的朋友，大家平安。互咱采取咱的教会礼拜是实体甲线上咱是同步同步进行。咱互家己每一位兄弟姊妹你照你的健康的情形来选择，你要伫线上礼拜，还是你要选择来实体的礼拜？咱的教会无做任何的限制，嘛无做任何的限定。只不过是讲伫服侍的中间兄弟咱若是有注疫苗，咱比考是一个一个认定，咱是照政府的政策的实施，来做安尼。所以讲，你若是无注疫苗，你要来教会侍奉，有的教会是讲你爱有快筛阴性的证明，甲你的队长，甲你的组长讲我今仔日快筛阴性，我会当来侍奉无，侍奉的人来当甲你接纳。你就来教会侍奉，礼拜完全拢无任何的限制，咱无任何讲你着爱快筛阴性才当来做礼拜，有的教会有快筛阴性才准你来教会做礼拜，所以咱无做任何的限定，咱互每一位兄弟姊妹，你的生活慢慢就是转去到正常，你若讲今仔日确诊昨的确诊人数足悬的，我真烦恼来教会聚会。安尼，请你着伫线上来礼拜，线上聚会，咱是同步进行。前一段时间有的教会完全无实体礼拜，只有线上。但是即摆呢，这个疫情的曲线渐渐的下降，有的教会又慢慢又恢复了实体礼拜。虽然无禁止讲无禁止实体所以咱。是线上甲实体，咱是同步进行，同步进行。所以伫兄弟你的选择上，即摆大家拢有注一剂、两剂、三剂，你有感觉我有注疫苗，我感觉讲我的身体无受任何的即个影响，安尼咱就来教会礼拜，你着照你的健康的情形，来选择你要线上还是要实体。你感觉讲我有注三剂，但是我感觉讲我今仔日身体敢若怪怪哪有枵枵会扫，是感冒，是你有确诊，这是你家己爱来快筛，还是讲即个去看医生，感觉讲你到底是确诊，还是感冒，照你的情形来选择你要实体，还是线上。咱真感谢主，咱中间嘛有人确诊了拢倒来实体礼拜拍拍甲伊鼓励对吧？所以讲，我顶个月我伫迄波的高峰我确诊，但是呢，我医好我已经好你拢有照政府的规定你有隔离家己自主健康管理家己伫厝内隔离你。医生也有甲伊用药，看好佫过一段时间，我拢无啥物症头也是讲没有传染力了，那你就回到教会实体礼拜，这是大家伫线上，还是讲伫现场大家做一个即聚会你的沟通甚至有的长辈有的长辈因为咱知影讲即长辈的身体家己注意家己注意所以你若是选择讲转来转来咱就1点钟了后做礼拜咱就转去伫遮咱就减少互相伫遮的时间咱即摆嘛无爱餐，咱即摆嘛无即种爱餐主餐的即种的活动当然慢慢佫过一段时间了后较真的人数佫哪来加，咱对咱的生活就会恢复。哪来紧咱就即个一波哪来紧就过。当然后一波毋知影会佫举起来袂，咱毋知影。那即摆台湾的确诊人数是目前在世界上是排行在前面的，但是因为很多国家他们已经对这个已经都解封了，也没有任何
任何封城啊这种都没有了。当然很多国家都渐渐越来越开放吼。咱中间嘛有对澳洲倒来吼，当顺遐吼，伊澳洲探亲哦。所以伫国外的情形，咱家己请教。即摆伫澳洲是啥物情形哦？爱上清楚了解吼，无共款。伊伫澳洲嘛有看咱礼拜直播呢吼。咱家己讲拍婆仔吼，倒来去看查某囝吼，伊做，去看查某囝吼，迄个吼最近倒来吼。好，以上甲大家简单的说明解说吼。好，感谢牧师为咱所做的补充报告。咱牧师拄仔讲的是，若有猫猫哦，你若是瓜头猫猫的无算哦。好，咱请兄弟，咱来吟上营尾命诗，请拍开《生圣诗》第393首。吟诗煞，请牧师为咱祝祷，请起立。受上帝赐福，我将恁交伫上帝恩典、慈悲、甲保护的圣手。愿全能的上帝、爸、囝甲圣神的恩典伫恁的顶面，直到永远无煞。阿们。